呢個草莓係第一組，呢個係第二組，最後一個係第三組，大家揀一下啦。呢度係第一組，睇下你哋嘅下一任有冇出現呢？首先呢，我睇到有70%嘅人可能就已經出現咗噶啦，即係大部分人目前可能已經遇到咗自己嘅下一任，而且對方好可能係喺工作上邊識嘅，可能係啲同事啦，或者係工作上邊嘅某些合作咁樣識嘅，包括呢個玩遊戲上邊嘅合作吓，然之後仲有一部分呢係通過身邊嘅人介紹嘅，反正係有啲媒介令你哋兩個相識，然之後呢，呢個人嘅個性可能係唔太熱情嘅，相對嚟講比較慢熱，好多事呢冇咁果斷，可能你而家已經 feel 到一啲端倪噶啦，即係佢會俾你一種唔太果斷，然之後比較內向，或者係佢嘅表達比較溫吞嘅咁嘅情況啊。然之後呢，我仲睇到好多星星咁嘅畫面啊。你同佢其中一個人呢，會對對方有好多濾鏡嘅，講明你哋之間對對方嘅認識呢都唔係好深刻咯，可能好多話題都未聊得好深入，基本上仲係一個互相了解咁嘅階段，或者係互相試探咁嘅階段。總之呢，呢一組嘅大部分人已經係遇到咗對方噶啦，只不過依家仲係即係相談得唔夠深入，仲係一個互相探索嘅階段啊。然之後我睇下有咩建議呢？呢一組如果你哋目前係處於曖昧期嘅話，就唔可以咁急咯。呢一組要慢慢滲透，慢慢互相了解啊。呢一組唔可以話急住去推進啊，或者急住去打直球咁啊，咁樣可能效果會適得其反。所以一組就係要慢慢相處啦，然之後將個戰線拉長啦，唔好咁急住去做一啲推進咁樣嘅。如果一組係仲未遇到嘅話，我哋睇一下呢個時間吓，睇下咩時間會更加容易遇到佢呢？睇到係14呢個數字。可能係14周，可能係14個月，快嘅話可能係14日。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一個時間段啦，然之後再期待一下14呢個數字切及嘅時間嘅。Hello，呢度係第二組，今次占卜呢，就係睇一下你哋嘅下一任有冇出現。首先我哋先嚟睇一個信息對應啊。首先呢，一組土象嘅能量係好強嘅，處女、金牛、摩羯，然之後仲會有啲水瓶，而且個性上邊會比較猶豫或者糾結啦，好多嘢會好難攞定主意，即係需要身邊嘅人要俾一啲支持俾你，或者係俾一啲建議俾你啦。然之後你哋嘅個性呢都係比較慢嘅，可能好多事都有拖延症啦。另外呢，你哋近排可能有猶豫或者糾結緊一件事。譬如話做嘢定係考公啦，或者係某件事情選 A 定係選 B 啦，反正好似面臨緊一個比較重要嘅選擇，或者係你哋啱啱做咗一個比較重大嘅改變同埋轉變，屬於一個轉折期同埋過渡期。包括呢，我仲睇到少少能量係關於人際方面嘅，你哋近排有可能係會有一啲小人嘅問題，或者係人際溝通上邊嘅一啲唔順暢啊，好容易會出現一啲嘈交啦，或者誤會啦咁嘅事。以上呢就係信息對應啦。然之後我哋依家接落嚟睇一下你哋嘅下一任有冇出現呢？呢一組我睇到嘅能量係未出現嘅。你哋甚至係會有少少孤立無援咁嘅感覺，即係不論係情感上面啦，或者係自己嘅現實層面啊，都會有少少無助或者係迷茫，係一個比較無措嘅狀態啊。可能依家呢個時間咧都唔太適宜見到一個即係好想去追求嘅人啦，因為呢個時候嘅你可能都唔夠自信，或者係唔夠底氣去做一啲感情上嘅爭取。
然後呢，一早我又睇到好多學生嘅能量或者係考試嘅能量，可能你哋近排都係喺度準備一個咩考試啊，或者係仲處於學生咁嘅階段，一個提升自我咁嘅階段嘅。所以呢段時間呢，我覺得你哋可以好好咁沉澱一下自己啦，然之後去做一啲自我提升相關嘅嘢啦。即係暫時可能唔算係一個遇到正緣嘅時間。如果你哋想快啲遇到下一任呢，可以去拓展一下自己嘅愛好啦，譬如話去一啲音樂節啦，或者係去一啲人比較多、比較熱鬧、同你愛好相關嘅一啲群體啦。反正你要融入去一啲新嘅同你愛好相關嘅團體入邊啊，你哋好可能會有一個同你哋愛好相同咁樣嘅下一任嘅。Hello，呢度係第三組，關於你哋目前有冇遇到下一任呢個問題。首先我哋先嚟做一個信息對應啦。關於 A 一組嘅能量，我感覺嘅係有一種啱啱釋放咗一個好大嘅壓力咁嘅感覺，譬如係啱啱做完一場考試，或者係啱啱完成咗一個壓喺心入邊好耐嘅一件事。總之係一種壓力嘅釋放，同埋一種心頭大石落低嘅感覺。呢件事可能係你焦慮咗好耐嘅事，但係喺近排得到咗一個解決，或者係即將得到一個解決。呢一組感覺，相對嚟講係比較釋放嘅。然之後近排可能又發生一啲人生比較重大嘅事件，或者係選擇。佢係俾你有好多觸動嘅，或者係你會因此有好多情緒嘅起伏嘅。另外呢一組風向嘅能量會好強咯，雙子、天秤、水瓶，然之後會有少少雙魚座。我仲有睇到一啲醫院嘅能量，可能近排會去到一啲醫院或者藥店。仲有一啲同醫美相關嘅一啲場合，可能會去做一下 facial 啦，或者係做一下身上邊嘅一啲美容相關嘅嘢啊，比如話有打個耳窿啊，打個鼻窿啊，或者係紋眉啊，或者係做美甲啊咁嘅情況。最後我哋睇一下我哋嘅主題啦，你哋目前有冇遇到你哋嘅下一任呢？我呢邊嘅能量呢係有少少模糊嘅，一係呢就係啱啱先遇到，即係可能就係近一個月先遇到嘅；一係呢就係即將要遇到，可能唔使等一個月佢就會出現噶啦。所以你哋感受一下，你哋前段時間有冇遇到對方？如果冇遇到嘅話，可能佢就係即將要到嚟啦。你哋之間嘅相處呢，會有少少歡喜冤家咁嘅感覺。可能一開始呢就係玩得埋嘅，係嗰種講講笑笑啊，或者打打鬧鬧咁嘅關係，屬於不打不相識，然之後相愛相殺咁嘅感覺。你哋可以注意一下，可能對方接近你嘅方式呢就係激嬲你啊，或者係好似細路仔咁好幼稚嘅一啲行為，去引起你哋嘅注意。然後呢一組。你哋嘅下一任可能年紀上邊會比你哋細少少啦，可能係細1到3歲啦，唔會話細好多，都係比較似同齡，然之後偏細少少嘅，偏細1到3歲咁樣咯。你哋之間嘅開始呢，應該係對方先主動嘅，